来看昨高雄的三民区哦，有民众在坡道刷甲金炉放伫路中，会烧金纸，影响到交通。警方表示讲会来处罚。另外，伫台南哦，有强庙的私人停车场发生火烧车，有7台汽机车拢烧起来。骑车经过高雄三民区的电华路，民众赶紧向道边挖，就惊去弄到徛伫黄线边仔的查甫人。警方表示，一旁人安尼徛伫车路咧烧金，佮有放金炉占用车路，拢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当罚500块到2400块。是还好啦，没有说很多啊。不然要叫一单啊一盖呢啊。对，我们都是在庙里去拜，就在庙一起烧啊。定定看到有民众甲金炉放伫咧门骹口，住户出面解释讲，因为大楼咧坡道，才一群人做伙烧金，乞丐着交通，感觉真失礼。环保局表示，有提供到厝收运金纸代替烧的服务，民众若有需要，会当联络因来处理。也比较不够里面啊，他们说下次会改善，下次会注意再改善这样子。市民朋友如果有需求，可以打电话到各区清洁队进行预约到府收送。那此外，今年也推出了全年度的纸钱收运服务。若台南是有一间庙仔的私人停车场，那像是烧金引发火灾，现场的7台汽机车拢互火烧了了。这个停车场是经庙下，平常时是租予厝边隔壁。这站以外，那像是放伫停车场的金纸导火了后，去炭烧到边仔的车。警方即马已经咧调查导火的原因。记者高雄台南报道。